没有啊，我赶车，俺的从机才赶车纽约着嘞。有的从机才赶车弄，我说赶车弄来接没接那个？而且他的我用钱都带上的，钱都带我们嘛，钱都带这个就来的。对，妈的钱都带上了，钱都带嘛的个。啊。就是钱我打的，你钱都带来没得上的，你钱都带完子。跟人家蒙个，他这个逻辑跟人用这些嘛的。你上嘛是年没？啊。你上嘛是年没？哦。这不去年才来没就是嘛是没等着钱。这怎么说呢？不是有一个话吗？就是这个。好嘞好嘞。这你们俺就俺啥了，加上终于用到他那里，这是个那个，俺个台东农村咱们那这是个那个机器噻，那么咱们那这是个东西，这东西那么那就忙不起去，台东上看的是不去上那个，你干不进这上用。台东要没接不上去。放嘛人。没。你去咱们那诊所那这些诊。你看他都是算做的那不嘛的病吧？你说等有钱你也才是。罗马赛过的罗马赛。做的这个啥？啊。做超市的什么之类。罗马赛过的，他怕去打热的人了的。对吧？对的什么？跟你跟这个，俺是做市场的车的地呢，他从我们轮久了，我们的那你就在国内那等着，装嘞，跟他说把西了，你就平头又没进那些，进那就从俺啥了，多了那光不是那么去了，俺多了装的多了，把去。蒙不去种这个，跟你比较多了的呢，哈里吧，工厂么的你要不能种，肯定是，肯定是，跟你弄那些呢，大多呢不们咱们的蒙个的，技术呢那做，那你品质个吧呢，加上的品质种，养的太多的是品质的些呢，真的要啥的？小草莓上了。要么自己。我嘛是一个，这呢，咋说呢？冲进去的，今年俺也嘛冲进去的，做呢，今年平时那个冲大家，养的，今年是呢，今年，俺这玩意那等那呢，不去的呢。对呢，我你那去呢，他也7、8人，你店里7、8人，罗车的呢，他就7、8人的。听见吗？你听见吗？我过的就是那日本那身体的。那是日本种的，你这个没想过，我这个应该数据有问题。你说了吗？光还没。是不是手机在替你紧张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紧张吗？然后手机替你紧张呗，所以他出汗多呗。这杂音有点大。啊。我的声音很小吗？现在小吗？耳机接过的。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，兄弟们？他都已经答应了啊。那个做生意。哦，你说做生意，我们一起卖东西是吧？就是你应该知道，我本来就是带货主播的嘛。对，你要不现在过来，我们俩带货男士衬衣，我店里有男士衬衣，我来是女士。
对的呀。这个的话就暂时我来不了，因为在这边事情比较多，但是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嗯，这么直接？这个的话，这么直接吗？这不是说是一直直播吗？那就刚好帮我卖藏式男士衬呀。可以可以，这些的话可以。那个你有你就即使你弄到锅贴。锅贴。那个谁就接着先呢？他从我们给你评测，加上从东西的亚本来的，弄来的那亚本都算个哟。今年继续来呢，他们问题的评测了，帕罗出了那个，样的离开来呢，样的低错的，但咱们今年大不大，全有看吧有点蛮难哟。我看这样长了的，样的就说加下来说总东西呢，要记得上。问题的站着做你，加油让看你做。就3个吧。就3个嘞。对，我也就吃了呀。你太懂差不多，其实你太懂真的蛮差不嘛子的嘞，真的蛮子哦，真的蛮子，那真的是。你去看的就希望啊？你去给啥不念的？这不你这学习了嘛？看是差的嘞。那个是主要是啥子个市场那对了。俺们是个是吧？出对了是啥子？我们是啥子市场？常来人穷嘛，这个穷和个就。你来俺我你来俺通讯做的，现在做那些。就西班牙做呢，目前不这个种是忙不是这样的，今年在俺容易干的那人才对的呢，今年就是说给还没个难，爸爸的，而且差不多应该，买的不怕，但是要尊重他，好不好？我你去找个姐姐们个对那样，变成了尊重做个的。连一下就不代表开始了，没问题。对呢。没。这个。你也得看把屏幕了，这没落的。我这个麦也有点问题，好像说的听不清。哎呀，因为他都能从那个家里面不去给他唱。